黑暗的背景中，一个微小的光点出现在画面中央，画面转移到一个迷离的迷宫中，迷宫的墙壁都是由亮暗交错的光线组成，一个小小的光球出现，照亮了周围的一切。女人脸上露出温暖的微笑。你认为寻光是什么？寻光？寻光是……寻光就是灵光一闪。爸，你觉得寻光是什么？寻光哦，就是不管你回家多晚，有多累，家里面都亮着灯。老公，哇，凭什么知道爸爸回来了？我能听出你的脚步声。寻光，每天都要追很多片子，也许下一部要追的动画就是我的光。寻光啊，寻光就是那个，化作光吧。寻光就是穿越星辰大海，满载人类文明的星舰。是穿越黑暗后看到的希望之光。寻光是侠义精神，寻光是神话中的奇妙相遇，是工作中的合作无间。寻光是不屈不挠的追逐，是我们亲手记录下的自然盛景，是路边猫咪眼中放出的光芒，是信任，抓住我！是忠诚，是用笔赋予生命，是巨龙的觉醒，是爱，是大家的认可。它无法被定义，它可以是是勇气，是生命的真谛，它是终极的美，是观众的催更。它就在我们心中。